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如果说青花瓷是我忘不掉的那抹蓝色幽怨，那么蜡染则是最爱的那片星辰大海。蜡染古称蜡鞋，是我国的民间工艺瑰宝。一块风巾，一尺蓝布，一笔一画，一点一捺，或似瀑布泉涌，又似烟花簇雪，蓝底白画，至简之色，开出至繁之美。它的原理是用蜡密封住织入纤维，进入蓝靛染料中，等蜡自然皲裂形成冰纹，再拿出温水洗净，一幅集结人工和天工的艺术品就这样诞生。很难想象生石灰和板蓝根的相遇是出于怎样的一种偶然，但在无数的偶然中，我们的世界成为了今天的样子。世界经由蜡染的装扮多了一抹天空，一汪海洋。早在秦汉时代，苗族人就已经掌握了蜡染技术，唐宋达到鼎盛。苗族姑娘自幼学习蜡染，她们将自己眼中的世界加以色彩想象，创造出一个奇妙梦幻的神话。蜡染是他们的语言，他们的文字里面藏着苗族人乐观的生活态度，还有千百年的生命智慧。鱼纹代表着对生殖与繁衍的崇拜，祈求多子多福。龙纹朴拙亲和，象征缺货迎福，龙腾升达。鸟纹欢快生动，既是图腾，也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古老的铜鼓纹是对祖先的缅怀，也是对太阳的崇拜。蝴蝶纹蕴含着蝴蝶妈妈的传说，花草星辰山川是对美丽故土的见证。苗族蜡染如青花瓷般的蓝白净透交融，给予了服饰一种温润静默灵动的美，品质犹如一本厚重的字典，屹立于历史的长河中。无论我们翻与不翻，它都在那里暗自灿烂。今天它已经走出了历史的尘封，走上了国际时装周的舞台。设计师们在不同的织物上让它绽放出了截然不同的表现张力，给予了时装更多的自由与呼吸。这种诗意的鲜活，浪漫的色彩，神秘莫测的花纹，像一种无声的语言，等待着我们侧耳倾听。